心情快乐，有真大帮助。效果呢，偏真笑，袂较输哦。好，阿家姐有夹3贴药啊，内底有藏1贴是食长火烧的，咱做伙来甲看。头1贴，食饭若武上拍好，做工课若桃花过度。第2贴，爱情的热度就亲像6月天的火烧布。第3贴，喙笑目笑好笑神，勇行身体来了紧。大家感觉爱食倒1贴，才会才会长火烧咧？免歹势大声话出。第3贴。啊，感谢，无毋对，就是第3贴。2010年，美国威顿大学的研究，因用野球卡片，若亲像红仔飘，顶面的红仔头，因要看遐红仔头敢有笑容也无，落尾搁看遐球员到底食到几岁。这是统计呢出来的结果分做3款，第一款是笑甲喙啊利塞塞的，嘛有闷闷笑的，甲无笑容结面腔的。咱来摇看卖啊，倒一款人会当活上久咧？第一。敢有？第一个。倒一款？就是笑甲喙啊利塞塞对无？对。就是安尼。好，无毋对，统计出来结果就是安尼。笑甲上欢喜的呢，竟然食到要8十。太安尼，机关枪在存口哦。话若要讲透起呢，一切拢是 endorphin。endorphin 是啥？伊是一种咱头脑家己制造的荷尔蒙，会互咱感觉快乐。所以伊有另外一个名叫做人体天然的吗啡。咱笑的时阵呢，神经系统会来刺激着头脑，头脑就会制造真侪 endorphin 甲其他的化学物质伫咱的血筋内底。所以安尼幸福快乐的感觉就一直叮叮塔塔，就一直循环落安尼。恁讲endorphin 交健康食饱字，敢有啥牵连？事实上有哦。根据实验呢 ，endorphin 会提悬自然杀手细胞的活性。这个细胞呢，会甲咱人身体逐工产生的癌细胞偷死。这出日本漫画叫做《工作细胞》，是甲咱身体的细胞呢比如做一个的人。其中有一集呢，剧情是安尼生：有一阵白血球当咧甲癌细胞相杀，面顶这位 NK 细胞小姐就雄雄着笑鼻，一时啊笑甲挡袂牢。了后呢，雄雄伊的气力就欠甲抓袂牢哦。就成功甲遐歹问拢总解决战胜，成功制赢。所以讲，这就是笑的力量甲对免疫力的影响。好，所以讲笑对咱的免疫力有真大的帮助。接来家姐呢有一个问题要甲大家问，就是正边倒边歹势，倒边这是阮高雄正港的市长。若是正边即起咧，想着。是即个啊，即个无穿衫会尴尬的艺人啦。恁要看卖？就有人讲假啦，敢是要叫一个较会讲白菜话的哦？毋是啦，是要看啥人是有影欢喜在笑。若感觉是期迈市长的呢，就用恁的大头母比一个赞。若是艺人呢，就用恁的喙齿。是家己的手后漂，毋是别人的哦。敢有？我即摆看来看去，恁无迄落呢？好，袂要紧，我凊彩找一个人。好，我凊彩找一个人，要看来看卖，伊是安怎判断呢？即个组长的，咱会当请教你的判断的方法。你感觉是啥人有影欢喜在笑？应该是咱期迈啊。对。为怎样你是安怎判断的？我有当请教看卖啊。判断。是你是感觉伊足缘投的，你就感觉伊足缘投做就紧。拢有啦吼，因为伊挂喙暗，所以就爱对目睭看，目睭看起来袂煞咧笑。对，厉害哦，不要紧。你其他好朋友呢，先甲你嘛共款甲恁的想法，先放伫咧心肝内。较等下家姐呢，我就讲互各位来评判，会记住咯。
好，接着阿家姐呢又有一个问题要甲大家问，按今仔日下早啊困醒呢，到呾咱笑，敢有超过20斗的？若有的人呢，就免歹势，大声赶快画出来。敢有？哇，这有哦有哦，有，毋过声音介细，不要紧，应该是有人有，有人无，声音介细。啊，共这时阵的共这时间呢，就有人要甲我吐槽啊，讲，假啦，啊，你讲的这我嘛知啊，啊，毋过呢，我就無闲甲，啊嘛無拄着啥物通好笑的啊，哪有像你，逐工安尼落痛，规工哈戏，真趣味咧。下时阵的嘿嘿，就有一个法国人惨跳出来咯。伊讲，啊哪会戆到袂白上咧，连结笑嘛还甲你教啦，用杜尚 smile。伊就是吉里门杜尚，啊，这位先輩呢，伊是19世紀法國神經學的專家，伊發現到真笑甲結笑精彩的所在，甲其中的秘密咯。咱笑的時陣呢，會去叮當到過高大金馬，甲目箍鏈金馬。啊，過高大金馬呢，會互咱喙皮遮喙角翹，親像菱角安尼。啊，目箍鏈金馬呢，就會控制咱目睭皮的鐵氣刻。啊，目尾遮的撩痕，嘛甲伊有關係哦。所以講，杜尚先輩伊就講啊，要判斷一個人真笑也是假笑，就愛甲看目尾，就是杜當講的，愛看目睭遮目尾。好，刷落去。好，共款就是頭拄則，毋知大家感覺會記起頭拄則講的美角甲心內想法，就是咱看隨網金馬市長呢，伊的喙攏互喙暗起。毋過，咱為伊的目尾遮來甲看，伊的目箍鏈金馬有收縮哦，是真正有影歡喜在笑哦。啊，若是正邊即起咧，伊干那喙角翹，目尾煞無起條，伊是假笑的，是當要甲你拆食落腹的哦。好，啊，刷落遮我閣有，接下遮閣有要互大家幾個仔考試，啊，看恁有聽甲細神氣無安尼。好。遮有 A、B 兩張相片，啊，咱要感覺倒一張是有影歡喜在笑的咧。B 免歹勢大聲講出來。嘿，對 ，B 無毋對。對，安怎？因為遐看目尾有起條，對無？對。對，啊 A 這張呢是 A 這張是假笑的，啊，毋過呢，就有人會講啊，講假啦，啊，你這張霧啊無清楚，你咧無算啊。好，無要緊。咱夫婦的定來 ，C 也是 D， 咱感覺倒一張是有影歡喜在笑咧。D， 講出來。D， 嘿 ，D 對，就是 D 真好，就是愛看目尾才有起條，對無？嘛同款。C 真明顯就無，啊 D 就有。好，啊 E 甲 F 呢，這題有較難，所以呢，要着的同學呢，會當甲阿杰啦做伙來去寫，迄個有啥股票哦。那要着的啦，啊，伊也是 F， 咱感覺倒一張咧 F， 你若攏知安尼，就是愛甲我做伙來哦，對無？對，就是 F， 你看伊目尾遮有真明顯的收縮，啊，E 呢這邊就較無遐明顯，安尼甲個敢有學着？有哦，好，真好水。啊，毋過呢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知識呢，毋是要叫大家做笑容的警察啦，是世界去檢查別人是真笑也是假笑。其實呢，這種論真講啊，這種一點仔道理就無，會感足無聊的，因為真笑甲假笑呢，同款重要，嘛同款對身體攏有誠好的幫助。就是咱笑的時陣呢。毋免堅持看日，也是講一定愛有啥物通好笑的。咱只要超工來叮當，頭拄則講的，喙皮甲目箍這兩大金馬，啊金馬若收縮，神經系統呢的電信號就會傳到咱頭腦去，頭腦呢就會互遮個信號變去，伊就會來製造一寡快樂荷爾蒙，包括頭拄則講的 endorphin， 所以幸福快樂的感覺就會佇門骹口聽候咯。真笑、假笑攏真好。好，時間休一下。今仔個頭拄則講的，遮個
内容小溜一下。头一点，作用是要抗赢人数是少。咱感觉会记住，含拄则讲的美国野球球员，笑甲上欢喜的呢，因喘气了上济，啊，食甲几岁80，敢有人会记住？ 80对，真好，80岁。对，谢谢。因为笑对免疫力有真大的帮。啊，第二点呢，我遮有编一个口诀要互大家早转去，啊，提醒家己时常着爱笑。啊，来，我带大家做伙来念一遍，来开始哦。真笑，吉笑，无大无无大紧，的笑，真笑，有上 smile 才要紧，紧，的小上smile 什么大加要家要紧，的快乐 endorphin，紧，这就快乐快endorphin， endorphin，喙角目尾爱记，嘴角目尾爱爱记，紧，逐条拢是人，大家只拢是人。好，感谢大家从台甲主持人。好，咱多谢咱的韩杰